冤家。现实的社会，大家着爱拼，谁人无爱好命？地久上路，免怨叹害命。做人着爱认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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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命。新婚酒大如胶。光临谢要到苗华叔叔我了断魂殿，锁住了所有门路。王府的宅主朱小亮独对苗华星。这时阵所有门这边发动顺阳关的路。我要断魂殿第阶段，要到大家是士气多散。此时苗华见情况不对啊，多只要有。师父不养好，我迄惯用毒电为杀人器具，也不了解人必所不幸，幸喜去脱危难矣。师父堪请信任咯。小亮，这附近有大生意吗？有，辽东最大的生意是钟林寺，是建在钟林之中。听说寺内僧人有数千名之多，每逢初15，善男信女都去礼佛啦。哦，香火鼎盛，非常的热闹。你我到钟林寺观看一个究竟吧，地主原领咯。李文清甲李爸征探太华山，李文清不能叫了机关夺去一名官夫，太华山的大尉困阵小石猴李爸咯。李爸占台占道，迎面一数。面对小子伸手连理比他多脱了，这是钦差单门顶的后卫，已经知影咱促进钦差了，恐怕朝廷的派兵来攻，中了路啊！加强防备。小石猴李爸快马加鞭，要回调官兵拖杀。立法用独个高粱，屯着老山歌咯。当初讲我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痴迷，真心想袂甲我找，竟然叫我转去外家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。饮不住啊，塞地落地，三年冬无霜地，叫我怎样袂难过？放杀我一个，你敢真正袂着我？我叫八角空中下出金光。金光不用恰高的头型，下高脑就流出去水流。三哥啊，三哥，嗨，叔哥还会提兵唱歌？扛一扛便知道。
如今变心想袂甲我找，竟免叫我返去我家。大哥啊，烧酒一杯，搁一杯，饮不住目屎滴落地，三日斗阵无算地，叫我怎样过来过？啊！放杀我一个，你敢真正袂后悔？川哥啊！哎，川哥啊，川哥，啊啥啦？啊无快呢？好厉害呀！嘿嘿，好厉害，吼，敢若厉害呢？你莫走啊！你若无走，阎罗王甲你叫去唱草，你这腰刀足苦的，好，独角车狗你偌厉害啊！哈，言言未消见了。迄黄风神哦，伊实在有法力无强，啥物咧黄风神啊？迄是阮小妹迄宣告的气功无强呢。伊也试过，伊乃袂点一部，我看卖，嘿，免来点。迄试过我会记你去学迄贼仔对甲安尼拢走无路，走袂去。伊是文身的，免哪有即个气功啊？你毋捌啦？迄神秘中的神秘啦。乃无看伊回球？第一名来啊！嘿，回球，嘿。哎呀，走来走去，好神秘啊！嘿，老下尾衫啊，靠腰啊，你无大无小，毋是？是啊，如果甲车狗安尼哦，一边电一边唱歌，爱叫安尼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迄部毋知什么功夫哦？迄部做神秘的避避功，神秘的避避功对啊！哦，你毋通看小妹纹身的呢？对啊，像我安尼哦，即支算槟榔生牙咧安尼哦，安尼轻轻摇咧，文质彬彬啊，你嘛看袂出讲我的功夫是非常的厉害，对毋对？对啊，你太祖八任大法，还未教我咧了？会啦，我会教你啦。分手的路还佫真远咧，哦，叫好啊，更较紧咧，行。客官，遐恁呢饭无食，汤无啉，为何秋意不点？有啥物困难是无？你城里人，莫伫咧多问话啦。店主，你什么名？阮大伯。啥物话？我咧问你的名，什么阮大伯咯？毋是啦，我姓阮，名大伯啦。要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人应该关心吗？关心是关心啦，关心你的生意就好啦。哎哟，迄对联写得阁袂歹，像对的。分州大儒家苏彦文对啊，苏彦文啊。业可养生是独意，是非干己莫劳心。也就是讲，教你哦，顾你的事业就好，也都无必要关心别人的代志啊。但是这个下联，非亲有义是恭敬，是友无情切莫交。写来袂歹。书法也袂歹，伊哦，不但是干那讲书法尔，伊吟诗作对，武艺高强啊！迄去年8月15日，单剑独匹，战败8000外名的群枭。啥物？你当是咧讲漫话是？老朽伫咧讲话，绝对无夸张啦！这个苏彦文即马伫什么所在啊？讲起来实在是替伊真同情啦。伊到底毋知犯着什么罪？被发配到辽东从军3年，这3年我看真歹过日咯。原来如此。这个人就是为了知奸不遂，反被奸臣扳倒，所以发配到辽东从军。安尼好，我回京保证苏彦文助我破太华山，救出钦差台，你就是。店主，偌侪钱？安尼2两半尔。来2两半。我过时咯。这个是朝廷的人啊！安尼这个苏彦文会被释放咯！来，我叫做石头道啊！我伫这个所在已经4个外月啊，恁大家拢知影。这只狗叫做阿佛，这灵狗啦，唔是干那会人搬尔，食薰吐火啦，骑单车啦。
太大事了，哼，反军到了，样样该领。各位啊，恁大家所知影，我自外乡啊练功夫，练到这个赵公体，一生中拢唔捌拄着会当拍倒我的人啊。如果恁众人若是三群会拍倒我赵头头，赏银100两，领高先说送你；三群若拍我袂倒呢，罚银50两。哦，来啊来啊，来我来拍头头啊！来啊来啊来啊！我会使你讲是武皇敌手啦啊！无论敢来拍什我规身躯定铁铁，赵公体。师傅，地主要来拍头头，小亮，你拍袂倒，龙卡生绝啦。那师傅，你是无应地主要求拍头头呢？这嘛好，让为师来个试看卖吧。师傅请了，请，你要来拍头头是？你的功夫练遐尼好，用来赌输赢实在太可惜了。咱练功夫来保家卫国，比你伫咧赌输赢较有意义啊！哎，我对这真趣味，这赌哦真心实。来，你甲我赌一100两伫遮，交伫遮，也你50两银甲我摕咧遮，哦，三军定输赢吧。50两银嘛，师尊50两是啥？来，三军拍我下倒只甘拜下风啊！一军就输赢咯，三军定输赢，一军就输赢咯。不知，徛好，好厉害！师傅，你所练的功夫是硬功啦，黄石公回灵四式的理论，柔灵铁功啊。因为黄石公创造困境极顶，迄是中功；再来创造倒转乾坤是极功；过来是雷击五岳至极功。然后黄石公发现公者圆接圆破，所以才创造柔光并合。所以世间事物相对论，不能极光也不能极柔，必须柔光并济，才能成为纯粹无缺的功夫啊！听你几句话，顿口茅塞，如见青天啦！这个灵膏，互你100两，你煞摕去。灵膏我接纳饲养，只100两银，你收回吧，师傅。钱是万灵宝，你无爱？无爱，我就收回来。我等下西庙阁练柔光并合，郡主你准姓？落家姓署名严文。哈，署严文？哦，方才我伫寺内听人伫咧讲你。讲我怎样心？像有你僻有风啦，你赶紧离开此地，比较平安啦！我过世咯。奇怪，这间寺院出的人，甲师有甚么纠葛呢？将京都干神安天祥、安其苗兄弟以及甘国师600千三所引来，等候3更进探庄临时就是。且慢，听赵头道伫咧讲的话，寺内好像有相当的准备，师傅啊。咱离开此地，另工接过来吧。好，离开吧。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。苏阳门到辽东充军，经过1年，又逢8月中秋咯。这边面辽东王祖传的第7棒王妃李土红，因为酒醉。脱衣在凉亭的所在，伫咧跳舞。这只灵狗阿佛，就将这个衫裤给领走咯。唔只狗啊，你这个唔只狗，你过来甲领我的衫裤阿佛跳来跳去，王妃就要拍灵狗。王妃失注意，去撞到凉亭跳。哎呀，姑娘！姑娘，姑娘，你的头破了，死得可怜呐！哎呦，侥幸哦，你这个苏衙门啊，你伤害阮王妃哦！我来报告啊！阿福，你串好咯，赶紧走啊！阿福，你要赶紧走啊！
啊，咱赶紧走啊！叔啊，叔啊！哼，家亲也种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代志？槟榔爷，你知情哦？阮王妃被个苏彦文拍死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阮王妃都上身半路，可能是奸杀啦！哈！因将受贿苏小主，甲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用他不得啊！众将官，肃擒苏彦文归案，假使那缉捕击杀不论啊！去年8月15日血溅西湖岸，今年的8月15，阿虎你窜了祸，若知影的人，王妃酒醉失足，当条而亡；唔知影的人呢，会看成奸杀。阿虎，你害我不浅啊！阿虎，你可知情？我故乡有一个70外岁老鸟，无人奉事吗？你可知情？我未婚妻宣告在杭州，盼望我回去吧。天哪！这个时阵，苏彦文秋肠万结，伊怨叹过圆心未圆。现在伊各个特别独探庄林寺，离别一军的要道路。人累战累败，真使我难过。独角车高也被身被江湖所杀。我再派出武山玉剑王去斩老宣哥。苏彦文会来探庄林寺，人必须以我的战略应付。我去找洪洪神算账，请。苏彦文单独亲进庄林寺，伊全然唔知影庄林寺内卡设万毒阵。虽然一步一步十分的留神，但是各种的奇毒已经传入体内咯。这个时阵，苏彦文搞得一阵的虚空啊，不妙，我中毒了，回我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苏彦文，这次你无法度人脱身咯，杀啦！太上故作洪洪神，你可知情我庄家人为什么特别杀苏彦文吗？洪洪神，你为什么做苏彦文的人杀我的独角车狗呢？回答来，洪洪神，你给我回答来。好，我是到回宫毁掉你的庙宇，你就无地可用咯。啊！洪洪神，罗面啊，顺我假生，逆我假亡，罗面来啦！我爹就后兄伫咧方便者，雷公死那变变叫我。这间小间庙所叫火烧掉去了，那实在有够小心啊！我以为是洪洪神，原来是一个怪孬子。洪洪神你在哪里啊？洪洪神走哪里去？唔知是安那，叫天平拍掉你。哼！武山玉剑王奉了庄家人之命，这边上杀老孙哥咯。
阿弥陀现在，通关达巧。那么，哎呀，代志到手咯，土地用你啊，土地用你啊，啊无啊，我一个土豆啊，唔是，我一个土地啊，用你啊，出来啊！安娜，师傅安娜。哎呀，你都无大无小哈！啊，恁师傅伫甲你教，讲透早若见着师傅，吼，也着爱甲师傅讲，师傅在上，弟子拜。免啦。哎呀，迄免是我讲的啦。哦，免是你讲的哦。啊，弟子甲你拜。免啦，啊，免就免啦。你来我这个三宝寺已经1年外咯，啊，恁师傅啊，一寡功夫拢你学了了咯，啊，现在燃眉之急。哈，是安娜。恁主官性命极其危险。啊，阮主官性命。啊，恁祖庙还佫较危险咯。啥物啊？阮老夫人也危险哦。唔是恁老夫人啦，恁主官的太太就是祖庙啦。啊，阮主官也无娶某啊。伊就是甲老家店老三的小妹老宣姑定亲啦。啊，可怜啊，有人伫要害两翁仔某呢。呀，因两阿某敢有做伙？无啊，夫妻呢离开1800外里咧。呀，当我是要去帮助阮主官，是要帮助阮祖庙啦。你目睭甲我开开，呀，风声若停，迄个所在就是你的目的地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是啊，较紧的啦。开开哦。阿摩尼巴利红暗南无南无铁。危险！虽然闻到了马毒阵，又被妙化精所成名妖刀攻击，命在旦夕之危咯。这边面巫山玉剑王困住老宣哥的回球，老宣哥真正有练真地的功夫吗？吹，用伊会被这阵新风吹到什么所在呢？请看续集，高调好戏，新魂酒大如夹。